哎，因为帮忙带手机啊，被判死刑，是因为手机盒子里面装的是毒品。人家那个海关一抓就抓到了。他怎么知道是手机里面是毒品？一切都有可能。朋友呢，拜托呢，帮忙带手机呢。手机的一般很通常的东西，很普通的东西，一切都有可能。竟然里面有空间的都可能会放毒品，只要有包装箱的，可能都会有放毒品。只要有中空的，可能里面都有放毒品的。我看后来被判死刑了，你看，就那帮忙带那个手机啊，手机盒子里面装的是毒品呢，过海关就会被查到了。通关的时候就被查到了。哎呀，你看呐，因为那好心哦，帮人朋友带那个手机哦，要不单纯就是这种坏处了。单纯就是不会想到说，人家是做那个不正常的事情啊。比如说，人家拜托你帮忙拿手机带手机，结果不是手机啊，是里面放毒品啊，结果被判死刑啊，被当地法院判决死刑啊，多残忍啊！所以这个要赶快注意啊！